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有伯牧师。我们要来看回转的时刻，我们要读路得记第1章6到22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你要开启他们的眼睛，使他们从黑暗转向光明，从撒旦权势下归向上帝，好使他们因信了我而蒙赦罪，并且在上帝的子民中有他们的地位。使徒行传26章18节。10多年前的一个春天，一个幻想着发财的农村小伙子，他来到了大都市来找工作。当所带的旅费完全用完之后，他所希望的那种既轻松又高薪的工作依然没有着落，所以他不得不露宿街头。一天晚上，他蜷缩在人行道上来睡觉，落魄邋遢。他与露宿街头的乞丐有几分的相似。一个过路的妇女扔给他1块钱，算是施舍。就在他想捡拾那一张纸币的时候，他身边一个擦皮鞋的女孩却很快的跑过来，抢先一步把它捡起来，并说：“这个钱是我的。”女孩脸不红气不喘的就这样说。哇，这个小伙子就气炸了，他就站起来与这个女孩来争执。女孩说：“那位妇女为什么要给你钱？你们俩非亲非故啊，除非你是乞丐。”女孩眨着眼睛望着他：“你如果承认你是乞丐，这1块就给你。”承认自己是乞丐，哇！他顿觉得心中一个惊吓。我怎么会是乞丐呢？所以他有一些愤怒哦。为了要捍卫自己的尊严，他只有选择放弃。他转身要离开，他就打算这样：我是有尊严的。当他走了没多久，这个女孩子就叫住他：“我知道你已经饿坏了哦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将我那擦皮鞋的摊位让给你10分钟，10分钟内如果你能够揽到生意，你就可以挣得1顿饭钱。”他不相信这个女孩哦，但是这个女孩很诚恳的对他说：“我是说真的啦，这与接受那1块钱的性质不同。你如果接受我的建议，就是凭劳动你的劳力来挣钱。”他一想，哎呀，忍不住红了眼眶。没想到在10分钟内，他还真让他揽了一笔生意哦。一位中年男人在看完闪亮的皮鞋之后，满意的给他3块钱。他便用这3块钱买了2块面包。当他狼吞虎咽吃完这2块面包之后，他吞吞吐吐的，我可不可以一个请求？你能不能再帮我买一套擦皮鞋的工具？我也想要擦皮鞋。哇，这个女孩就笑了哦。第2天，这个女孩的摊位旁边又多了一个摊位。后来其实
他与这个女孩子结婚了。后来他与他的妻子双双进入了一家皮鞋工厂来工作。后来他们夫妻双双的从皮鞋厂辞职，开了一个皮鞋加工店。后来皮鞋加工店发展成为一家规模不小的皮鞋厂，而这昔日的小伙子如今已是连锁鞋业这个集团的董事长。感谢上帝，神的儿女可以背道，可以软弱，可以失败，可以落入在那极其悲惨的光景当中。但是上帝在他的儿女们的身上永远都有奇妙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回头。我们真的不知道在以利米勒死了之后，拿俄米心里是怎么想的。除了悲伤后悔，不知他可曾想到，或许我不应该再留在这里了。当两个儿子死掉的时候，拿俄米除了伤心绝望以外，他会不会想，这下总该回家了吧？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事情。在摩押地住了10年，照常理来推断，这10年当中应该回乡不止一次吧。可是圣经却让我们看到，他们一次都没有回到他的家乡。可是读到第6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件事情。这个时候拿俄米他带着2个儿妇、2个儿媳他们要起身来回故乡。他为什么愿意离开摩押地？理由就是他们在摩押地听见了耶和华这位上帝怎么眷顾他的百姓，赐给他们粮食。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常常落在一个不对的光景里面。我们在这光景里面可能充满了痛苦，有麻烦我们也很多次想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光景，这样的生活，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。可是有时候我们会因着现实生活各种不同的理由，我们没有采取所应该采取的行动。我们以为祷告一下，情况就会改变。但是我们不明白，除非肯离开那个错误的光景，否则上帝会依旧让环境来考验我们。拿俄米他现在选择从自我转回向神。回这个字也说明了一个人改变了他以前的方向，转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不只是在念头上有一些的改变，也包括了他行动上的改变。这个回家的回，就是圣经讲到悔改的时候的真正意义。一个人悔改，不只是在意念中同意上帝，同意上帝，然后对着罪恶的评价，更是要采取行动，弃绝罪，离开罪。如果一个人开车发现自己走错了路，就应该立刻掉头回转，改变方向，这才是悔改。如果我们自称后悔却没有行动，那不是悔改，也不会起任何的作用。感谢上帝拿俄米他经过了10年的痛苦，3条生命的代价，他终于醒悟过来。这个醒悟就像饥饿让那个浪子醒悟过来一样。难怪诗人会说，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在诗篇119篇的71节。很多时候上帝的儿女只有在
极深的痛苦当中，才会醒悟过来，回转归向上帝。当我们单凭眼见，不凭着信心，以至于我们不能够顺服上帝远离了上帝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先承认我们的罪，必须回到可以承受恩典的地位上。就好像雅各，他必须回到伯特利。先知以赛亚这样说：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恤他。在以赛亚书55章第7节，这个才叫回转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。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有那个回的一个行动。我们来默想你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失落、悲叹、悲哀的现场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转向转向上帝，领受他的恩典与眷顾。你是怎么选择？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学习人生的智慧，更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永远都给我们有回头的机会。你总是用你的恩典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离开自己的败坏和无知，来回转归向你。求你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，感动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你继续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你一天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、盼望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